巴作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5代祖师，同时又是元朝的第1代帝师，他不但推动了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还为元朝的稳定发展以及全国各民族间的团结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次文物特展中，就有不少关于八思巴的珍贵文物。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位功勋卓著的元代帝师。这尊收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管理处的八思巴像，建造于13至14世纪，局部泥金彩绘，铜鎏金，镶嵌有绿松石、宝石、珍珠，高55.7厘米。出身于西藏萨迦派昆氏家族的八思巴，本名罗古罗斯坚藏，自幼聪明过人，故被称为八思巴，意为圣者。1253年，八思巴19岁时谒见忽必烈。1260年，忽必烈继位，封八思巴为国师。在公元1260年的时候，元世祖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赐他玉印，命他掌管全国的佛教事务。到了公元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呢接受了八思巴的灌顶，将他晋升为帝师，封大宝法王，更赐玉印。自从八思巴以后，元朝的历位皇帝都任命萨迦派的高僧为帝师，前后共封了14位帝师，令他们掌管西藏的一些地方事务。所以，这个藏传佛教的萨迦派就成为了元王室最倚重的教派。八思巴任国师和帝师期间，不但掌管全国的佛教事务，而且他还结合蒙、藏、汉等多种文字，创造出了蒙古新字，也就是八思巴文，使元代的文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八思巴也因此受到元代统治者的尊崇。有关他一生活动的主要事迹，也被人们用唐卡这种艺术形式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八思巴的画像唐卡一共有25幅，现在存在西藏日喀则的萨迦寺当中。他们描绘了八思巴从诞生到圆寂一生的活动。我们看到这幅是其中之一，画面正中描绘的是文殊菩萨化身，萨迦派的第4代祖师贡嘎坚赞。从画面的左上方开始，依次顺时针旋转，绘制了5幅连环小画，展示的是八思巴访问元朝宫廷以及在内地访问时的一些相关的情景。作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5代祖师，同时又是元朝的第1代帝师，八思巴不但推动了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还为元朝的稳定发展以及全国各民族间的团结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带动了汉藏、蒙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他对蒙文的创制、佛教传入内蒙古及华北等地，以及西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等，均做出了巨大贡献。河南台报道。